这个系列呢是黑发妞妞欧桃猫妞妞系列。欧桃猫在闽南语里面呢是乌头毛黑头发的意思。黑发妞妞是一个只会跟昆虫对话的东方女孩。有没有一个瞬间你感觉自己被世界遗弃了？这一幅画呢是我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画的。当时的我就像黑发妞妞一样被埋在粪球里面，感觉不受世界的待见。她的脸上有些许的伤痕，还有被现实冲刷的痕迹。日复一日的失望，也曾想过，算了，就这样度过一生吧。但她依然把头钻出来，她的目光从来没有放弃。有一天，她发现自己动了起来，翻滚了一会儿，才发现不是台风，也不是地震，而是有人像发现珍宝一样发现了她，要把她带回家。她就是屎壳郎。也许这个世界大多数人都忽视你，哪怕你只是世界上最微小的一粒尘埃，我也爱你如珍宝。